导读。在导读之前呢，请大家先将麦克风关闭，谢谢。论语为政篇第2，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共之。子曰：诗300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诗无邪。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吾十有5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无为。樊迟愈，子告之曰：孟生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樊迟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；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难，有事，弟子愿服其劳。弟子服其劳。有九世先生传。曾是以为孝乎？子曰：吾与回言，终日不为。如鱼退而省其师，亦足以发，为也不与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守哉？人焉守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也。可以为师矣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己。子曰：有为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多闻却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忧；多见却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度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谓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之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
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：孝乎为孝，友于兄弟，师于友政，是亦为政。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轨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于下礼，则损益，可知也。周殷于殷礼，则损益，可知也。其祸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弃之，谄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附送《论语为政篇》第2。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子曰：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：诗无邪。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以且歌。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无为。樊迟欲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樊迟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；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难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酒事先生传，曾以为孝乎？子曰：曾是以为孝乎？子曰：吾以为言终日，不为，如愚。退而省其师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收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也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己。子曰：由，为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
张学甘露。子曰：多闻确义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确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确，如何之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全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：孝乎为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朽，无轨，何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？子曰：因于下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火既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讄也。见义不为，谄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。灵宝齐鲁领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积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文源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执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神皇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廉文部接地审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
顶身裸旗袍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手，蜀星主二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主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杨玄正，庆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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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点传师李仁，各位前贤大家今天参与诵经导读，然后现在导读完毕，祝大家晚安。谢谢玄正哥哥为我们导读哦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哦，感恩哦，前贤慈悲哦。晚安，赵老师晚安。很优秀的前贤晚安。杨前贤你晚安，点传师晚安哦，领任晚安，副领任晚安，组长们晚安，前贤们晚安，感恩父亲的慈悲啊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。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林天进前贤晚安，江前贤晚安，吴前贤晚安，前贤们晚安。